2位实习老师。咱们都在这儿吃了半小时瓜子了，新来的实习老师怎么还没到？子堂老师，要不你去问一下？我记得有一个实习老师是你刚回国的儿子吧？哎呀，这子堂家主的儿子真是有出息，不像我。之前他发短信跟我说到了宠物店，我算算车程的话，现在这个点应该差不多了。大家好，抱歉我路上耽误了点时间。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过来了？哦，他那边还有点事要处理，我先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子堂家主的长子果然是仪表堂堂气质不凡呐听说这次被学校特地聘请做1年级的生物老师，可有的忙了啊！我是1年 B 班的班主任，有什么问题的话，平时尽管来找我。谢谢主任。1年 B 班呢？我记得焕那小子也是你班上的吧？焕啊，你说子堂焕啊？是的，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学习的好孩子，每次英语单词默写总能得满分，也没见他数学成绩有什么增长。虽然有点偏科，但他平时还是会带着朋友一起来补习数学。我看他那个朋友数学成绩倒是升得更快。别这么说，父亲，我相信焕的潜力，我也会尽可能帮他的。真羡慕你们兄友弟恭，哎，我那个混账弟弟也在自己班上，整天看到他就来气。我看雷师成绩不错呀。人不能光看成绩来评断。那个小子平时什么课也不听，作业也不做，就知道睡觉。我怀疑他每天来上课除了睡觉，就是为了藏我的粉笔。不过我还有一个算是孺子可教的表弟，就在你爸爸教的那个班上。你说卡米尔啊，他确实很认真。我听说班里的学生还会问他借笔记。什么时候卡米尔要是能像你的小儿子那样，带着雷师那小兔崽子一起学习就好了。哎呀，学习这种事嘛，还是得靠自己。现在来了这么多好老师，那肯定能带动学校的学习氛围。等咱们学校评上了创世杯第1，说不定到时候我儿子也愿意来上学了。学期都快过半了，您儿子还没来上学吗？这个有点进步了。我上次问他的时候，加起来，他已经说了7遍载意了。最近那句我听着口风有点动摇，不知道是不是被老夫每天一封信给打动了。总之啊，这个离希望不远了啊！看来这间学校还有很多有待我发现的地方。说起来，真，另一位老师怎么还没有过来？师傅，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师傅！喵，喵喵喵，喵！啊，是师傅的声音，就在那儿。哎，你是？哟，才1年不见就不认识我了，小子？师兄，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会在这儿？还有，师傅呢？我听到他的叫声了。喵喵喵喵！逆徒，快往上看，为师在树上啊！师傅，你怎么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了？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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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都怪树下那棵菜头堵着为师，快赶走他，救为师下来呀！逆徒！这只老猫肯定又在骂我了，叫声真难听。师傅别怕，我在下面接着你，你快下来！别喊了，这只老猫胆子小的跟米粒似的，我都在这儿守了它半小时了，它就是不下来。我看回头还是找消防车拿水枪给它冲。哼，1年不见，这老猫还是那么惹人厌。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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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一样讨人厌，居然想拿水枪冲为师。师傅，你也很开心能再见到师兄，对不对啊？话都比平时多了呢。喵喵，喵喵喵喵。还有，说谁胆子跟米粒大呢？算你头比菜头大。刚才就闻到一股恶臭，我还以为是附近的臭水沟爆了，原来是从你这老猫嘴里传出来的吗？你居然也说为师臭？喵！安米修，喂这老猫吃什么了啊？它都年纪一大把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吃。我走前不是给你留了一张食物表吗？你没照着上面写的喂啊？我照着师兄你写的喂了，但师傅他不喜欢吃鱼干和猫粮，心情也变差了。不过后来我偶然发现，原来师傅爱吃鲱鱼罐头，现在每天给他一个鲱鱼罐头，他食量都变大了。鲱鱼罐头，虽然我早就意识到了这只老猫口味很重，和常规的猫不太一样，但是鲱鱼罐头这种东西，人都吃不下去吧？喵喵喵喵喵喵！哼，为师的味觉岂是区区人类能够相比的？倒是你这菜头，当初天天逼我吃那些无聊透顶的猫粮，这账为师还没跟你算呢。你闭嘴，离我2米远！虽然那个罐头是有些味道，不过师傅喜欢就好了。喵，就是，反正为师也不想挨你太近。行吧，他爱臭就让他臭着去吧。说起来，真那家伙家里好像是开宠物店的，等会儿去找他聊聊吧。师兄，你说什么？啊，没什么，我还赶着要去学校报道。真那家伙估计要等得不耐烦了。哎，这个方向，难道你要去凹凸学园？怎么，你还没听说我要来你们学校当实习老师的事？那太好了，看来以后我们能常常见面了。不过，在下身为负责维护这所学院秩序的风纪委员，也得遵守规则，禁止带猫入学校。如果你之后想见师傅的话，可以随时来学校门口找在下。哎，不用了啊，我对这只又臭又老的猫一点兴趣都没有。等会儿工作结束了，一起带师傅回家。师兄，都说了没兴趣了，带他离我远点，臭死了！喵喵喵喵喵！老夫也不想再看到你这个菜头了，再见。看上去还都挺有精神的嘛，看来啊，是白担心一场了。朕，你家的宠物店有提供给猫洗澡和全身剪。哎，已经睡着了吗？哎，烦死了！今天佩利说了很多对海盗团不满的话，我认为通通都是罪证。